好，歡迎大家嚟到上官子玲 YouTube Channel。眨下眼嚟到3月尾啦，今日係2025年3月31號啊嚇，咁就香港呢邊啲天氣呢就非常之差啊！突然間又跌到好凍啊嚇，咁又落雨啦，又凍啦嚇。我依家錄音嘅時候，呢度得10度啊，琴晚真係都幾凍啊！大家有冇冷親啊嚇？保重身體啊嚇！喺呢度再一次多謝每一位支持上官子玲 YouTube Channel 嘅朋友仔。我喺嚟緊嘅日子咧，都會繼續努力嘅。咁希望大家都同我一齊加油努力，唔好放棄啊嚇！咁雖然最近都受到好多方面嘅攻擊啊嚇，YouTube Channel 不停受到攻擊啦、打壓啦，咁就亦都網友亦都有啲唔舒服啦嚇。咁希望大家都好好修持自己啊嚇，多多修行八字真言同埋11面神咒啊，觀音菩薩嘅破除邪術啊嘅一個護身嘅好緊要嘅真言，咁希望我哋自己加油努力嚇。每一個真言都有佢唔同嘅功能啊嚇。咁你念錯咗或者亂念一通呢，就係得唔到嗰種佛咒嘅保護加持力嘅嚇。咁希望我哋每一個人都能夠以一個謙卑嘅心啊嚇，唔好淨係憑感覺，憑你嘅感覺啊，覺得念邊個真言好啲。咁可能有陣時有啲係錯覺，又或者有陣時有啲係一啲妖魔鬼怪喺度。俾一啲魔境魔幻你干擾咗你啊！我哋迷咗、撞咗邪、中咗伏唔知道，咁希望翻轉頭啦嚇，咁就根據翻佛經啊嚇，11面神咒，希望大家多啲修持啦嚇，一陣間擺喺片尾同大家分享。好啦，咁今日楊枝甘露咧就揀咗4篇，睇下講唔講到啦嚇，咁就每一篇都唔算太長嘅，但係4篇加起嚟咧就可能都會長，咁好啦，我覺得幾篇嘅內容都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咁都希望你喜歡啦嚇，咁就啲標題咧就寫晒喺封面嗰度，咁都方便大家去翻聽啦，易啲揾啦嚇。好啦，我哋一齊嚟到去繼續開始啦嚇，睇下先。第一篇，咁呢篇亦都回應翻最近發生嘅一啲嘅災難事件啦嚇。有啲人問啊，點解佛門嘅高僧唔能夠代替眾生消受業報呢？咁大概喺呢篇文章係釋賢法師有一個好好嘅答案啊嚇。咁就喺2015年嘅時候4月25號啊，即係啱啱10年前啊，佛陀個故鄉尼泊爾咧就發生咗特大嘅地震。某一個平台咧就發布高僧祈福、前方專訪等等嘅內容之後，有一啲網友睇到呢啲嘅報導，第一個反應唔係同情聲援，反而係提出質疑，甚至有人斷言話信佛都冇用嘅。連佛陀嘅故鄉啊，自己都保佑唔到啊！佛教睇起嚟要滅亡啦！你講啲咁嘅嘢啊？點解佛陀嘅故鄉都會遭此重大嘅災難呢？點解佛門嘅高僧唔能夠預知地震？又點解大修行者唔能夠代替眾生受苦消業呢？其實提出呢啲問題嘅人，對於佛法、因果、業力、無常都係缺少最基本嘅認知。釋迦牟尼佛喺一生當中，亦都好早用實際嘅言行詮釋咗呢啲嘅道理。咁我哋睇下聖嚴法師咧點樣同我哋去解答啊吓。大修行者能夠影響其他人，卻唔能夠代他人消業。記住吓，大修行者能夠影響其他人，卻不能代他人消業。有人咁樣講，大修行者能夠代替有緣嘅眾生受報。如果有人話虛雲老和尚遭受拷問毒打，遍體鱗傷，幾乎致死，係代全大陸嘅中國人受難。又有人話某某大喇嘛乜嘢轉世，因係患咗某一種痛苦嘅疾病而死亡，係為咗替代人類消業。又或者某某大修行者以種種嘅苦行，例如冬天喺雪裏邊瞓喺雪地，夏天喺烈日當空之下打坐，或者用其他嘅方式嚟到去折磨肉體，為咗祈求某啲人嘅或者人類嘅大眾嘅平安健康。
其實呢啲都係似是而非嘅見解，唔係佛法嘅正見。佛法所講嘅因果係眾生共同嘅，各自做作唔同嘅別業同埋受別報。好多人做作相同嘅共業受共報，做惡業就受苦報，做善業就受福報。例如眾人都一齊食飯，眾人都能夠食得飽；眾人唔食飯，眾人都會飢餓。咁一個人食飯就唔能夠使到眾人都可以食飽，一個人唔食飯亦都冇辦法同眾人一齊飢餓。即係一個人唔食飯，亦都與眾人嘅飢餓無關。所以話各人生死各人了，各人罪業各人消啊！吓，正如地藏經所講，父子至親，其路各別，縱然相逢，無肯代受。大修行者嘅修行力量，的確係能夠影響其他人嘅。喺某地有一個大修行人，嗰個地方咧嘅大眾咧都會受到益處。某個時候出現咗一個大修行人，嗰一個時代亦都會受到幫助。大修行者嗰個力量同埋感應，以及佢嘅言行對大眾嘅感化，係可以使到大眾趨善避惡嘅，亦都能夠使到鬼神調柔護持。但亦都係由於當地眾生嘅福德所感，而有大修行者出現，唔係大修行者能夠代替眾生消業。如果大修行者亦都發生災難惡疾，咁就有兩種可能：一係聖人示現凡夫相，視同凡夫受災受難，係為咗能夠接近凡夫大眾，感動凡夫眾生；第二係因為大修行者本身嘅業報所感，最後身嘅佛同埋羅漢都要受報，何況一般凡夫階段嘅大修行者呢？有啲係因為精進修行，使到天魔恐懼，或者往昔嘅冤家債主現身於神鬼道中發愁，唯恐大修行人出離生死之後唔再受佢哋控制，無法索取所欠嘅債務，因此就有種種嘅大魔難、大疾病紛紛降臨。亦都有由於大修行力使到應該墮地獄、畜生、餓鬼嘅罪報，以人間嘅災難疾病嚟到抵償，呢個稱為重罪輕報。所以大修行者嘅災難疾病都係好現象，不過並唔係為咗代眾生消業障。至於代受果報、代消業障嘅觀念，係沿襲神教嘅思想而嚟。比如耶穌基督係代世人贖罪而死喺十字架上面，中國嘅民間信仰亦都相信菩薩能夠代眾生消業障，比如相信藥師佛嘅佛號能夠消災延壽，必能代眾生消業，或者認為地藏菩薩入地獄度眾生，亦都係為咗眾生代眾生消業。更有人為咗父母或者親人消災延壽，而有發願自己食素、出家或者減壽等等，仲有借壽等等嘅信仰。呢啲嘅觀念同做法雖然出自一片好心，但係同根本嘅佛法因果律卻不相應。大家記住啦吓，呢啲嘅觀念同做法雖然出自一片好心啊，但係同根本嘅佛法因果律係唔相應嘅吓。所以我哋只能夠以行善、持戒以及大修持嘅功德力回向眾生，使到眾生獲益。就好似用一面鏡子接受到陽光，折射到黑暗嘅地方，使到黑暗之處亦都能夠得到光明一樣。可是如果個人係盲嘅，佢係睇唔到光明嘅。能見到光明嘅，都係因為佢有眼睛可以睇到嘢。即係話嗰個人本具善根嘅人，先至能夠得到大修行者嘅幫忙。所以佛教對於非理性嘅苦行以及借壽等等嘅迷信行為，不予贊成。有人認為修行人或者通靈嘅靈媒能夠為人消業、治病、趕鬼、驅魔，呢個喺民間信仰嘅層次確實係受到肯定。但係佛說定業不可轉。
該受嘅果報必須接受。民間信仰嘅宗教力量雖然都能夠有若干嘅功效，但係唔能夠解決根本嘅問題。用嗰啲咒術力或者修行者嘅心力，可為他人嘅業障做一時嘅阻擋，但係如果阻擋太多或者勉強阻擋，施術者或者修行者嘅本身就會受到反擊，而導致疾病甚至死亡。咁呢個大家應該容易理解啊，吓，即係類似嗰啲人，你揾師傅啊，幫你做呢樣做嗰樣，其實某程度上佢係做架樑幫你做處理咗一啲嘢，但係冇辦法去抵擋一啲嘅業力因果本身要你承受，咁啊卸咗落佢度。咁如果日積月累太多嘅話，嗰個人本身係冇能力去承受咁多嘅他人嘅業力噶吓，所以大家應該會明白呢個道理。咁另外聖嚴師傅都舉咗個例子，就好似嗰啲人啦吓，佢講緊可能以台灣嗰個地方為例啦，用嗰啲嘅三合板去阻擋山洪暴發，亦都必定會被嗰啲洪流沖走嘅。呢一個唔係代替眾生消業，嗰個係佢自己造業而受到果報，因為佢違背因果，雖存好心做好事，而使到人家暫時唔受報，事實上卻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記住啦，絕對冇做咗惡業而可以唔受惡報嘅道理。違背自然即係違背因果。不論呢啲人以咒術、神王之力或者修行者嘅心力去助人，必須基於相對嘅原則，就係受助者嘅善根以及心向嘅轉變，加上修行者嘅咒力或者心力，先至能夠產生正面嘅效果。呢個叫做感應道交，呢個都仲要係喺合理嘅原則之下所產生嘅後果，並唔係代為消業。所以呢度咧，最拉尾呢段亦都解釋咗點解有啲人揾一啲師傅幫手做嘢，或者話幫你改運啊，幫你做一啲嘢啊。咁其實唔係淨係單單嗰個師傅有嗰個善心幫嗰個人去化解一啲問題啦，而求助者佢本身亦都有善根，而且佢個心都係向住嗰方面，都係即係喺一啲好嘅方面咧，即係心念係純正咧，兩邊加埋一齊嘅力量咧，先至產生到正面嘅效果。如果求助者或者幫人嗰個兩邊個都係有啲心術不正啦，或者一個係為咗賺錢啦，一個咧係為咗其他目的啦，唔係真心去想做一啲善事，改變一啲嘢，咁可能到頭嚟咧得唔到佢哋應該想要嘅結果㗎吓。即係因為好多時候上天係幫唔幫人去扭轉一啲嘅逆運啦，都會睇好多嘅條件啊吓。求助嘅人、受助嘅人，佢哋用嘅方法，種種嘅嘢之外，仲有最緊要就係佢哋嘅心念吓。咁所以大家都記住啦吓。我覺得聖嚴師傅呢篇分享好精彩。咁我轉頭分享完啦吓，我就會再聽日或者晏啲先至再將個文章咧就擺翻喺 Patreon 嘅連結檔啦吓。咁希望大家都可以去睇翻。好啦，跟住落嚟咧，同大家分享另外兩篇啦吓。就講到食肉嘅問題啊！啲人成日喺度同我拗，哎呀咩古代嗰啲咩信佛啊，唔係食肉，都係食肉㗎咋，乜嚇！咁我唔同你拗呢樣嘢。咁有啲嘢佛經係有根有據嘅，咁啲人中意去揾啲即係你自己話古代嗰啲嘢嚟講，咁我就唔想拗啦嚇。咁好啦，呢兩篇我覺得好嘅。我哋去睇一啲嘅事實啦吓，其實信咗佛食素之後，好似我都超過10年啦，茹素，你會睇到個轉變嘅吓，即係食咗素個人係心平氣和啲啦吓，冇咁容易發脾氣咧。其實唔係，其實自己脾氣都大，即係激嬲嘅時候都會好嬲。但係同對以往相比啦，你會好啲啦，冇咁容易去同人發生衝突啦吓。就算真係有一啲嘅衝突事件啦，或者遇到啲好激氣、好過分嘅事，睇到自己都有轉變嘅。可能以前你可能好衝動去處理咗先，可能未諗到咁多後果啊，可能咁，但係咧食咗素一段日子咧，你會發覺啊，自己好似
個心物平靜啲啦，面對嗰啲嘅好過分嘅一啲嘅攻擊啊、傷害啊、好離譜嘅一啲嘅挑釁咧，你會比較容易冷靜落嚟去處理嘅，即係我自己感覺到就係咁樣啦。咁當然都仲有一啲原因啦。應該呢兩篇都有講㗎嚇。可能你見到啲出邊搭車或者行街見到啲貓貓狗狗，咁佢又唔會驚你啦，佢可能感覺到你嘅磁場係慈悲啲嘅嚇，因為你唔殺生。咁佢行埋你啊，對住你搖下尾啊，聞下你啲腳啊，又同你笑下咁樣啦嚇。咁我諗你都有啲人都經歷過啦嚇，即係你有啲人即係行出街都係啦嚇，睇佢後邊憎佢前面啊，即係嗰啲叫做雖無過犯面目可憎啊，就係本身嗰個人就係殺氣騰騰啊，裏邊可能好多邪惡嘅思維啊、思想，或者做咗好多衰嘢，咁佢散發出嚟嗰個你哋叫能量咧，叫磁場咧，啲小動物係會特別敏感感應到，可能見到佢走啊，避之則吉，又或者啲貓貓狗狗見到佢特別汪汪啦嚇，吠係咁吠你啦嚇，咬你啦嚇，怕咗你啊！你有冇見過呢啲情況咧嚇？我有見過喎，我以前養我隻窩窩咧，曾經有一次帶一個同事嚟我屋企揾我傾偈，咁嗰個人係心情好差，又講到好凄涼，好似發生好多唔開心嘅事，天冧落嚟咁滯。咁咧就我隻窩窩咧就好犀利，佢一入到門口咧，又去坐喺梳化度同我傾偈。我諗當坐咗3個鐘先走啦嚇，你招呼客人嚟，即係探下你傾下偈咁樣。咁咧，我隻狗眼看人高嘅。如果嗰啲係壞人咧，佢真係會吠佢嘅喎。我哋兩個坐喺梳化度，佢就係咁由頭吠到尾冇停過，吠到佢走為止。但係其實好得意嘅喎，嗰個女士咧，佢屋企都有養狗嘅。咁但係唔知點解我隻狗見到佢咁憎佢啦嚇，咁梗係有啲嘢佢睇得比我睇穿咗，我睇唔穿啦。上官志玲好蠢嘅，所以呢個都係嗰個人一啲嘅好啊壞啊嗰啲嘢啦嚇。所以如果你養到一隻貓或者隻狗，佢咁呢個特異功能咧，可以幫你辨別啲好人壞人咧，大家有記得好好珍惜噶啦嚇，唔好亂咁棄養啊嚇。即係琴日講嗰篇楊枝甘露啊嚇，講喺大地震裏邊一啲嘅救星啊嚇，搜救犬啊係你嘅福星嚟㗎。好啦，翻嚟呢篇文章先，咁所以呢度要同大家講啊，食肉啊，2篇文章嚟自正界法師嘅，食肉會改變你嘅心態，嚴重嘅話會改變你嘅眾性，亦都食肉亦都好容易激起過去嘅殺業現前啊！我哋一齊嚟睇下呢2篇啊，我覺得幾好幾精彩。食肉會改變你嘅心態，嚴重嘅話會改變你嘅眾性。點解佛陀要教誨我哋斷食眾生肉呢？乃至於殺生呢？乃至於斷絕殺生呢？以下先舉出一個比喻下，佢話是故阿難，假設一個人佢修行好用功，每日都做好多功課，亦都修學禪定，但佢就係最中意食眾生嘅肉。咁就好似一個咩情況呢？就好似一個人啊，佢將自己嘅耳朵塞住隻耳朵。當然佢係好怕聽到聲音，佢唔想聲音出現，但係又高聲咁喺度喊叫，喺度創造聲音，希望其他人唔好聽到。咁你話佢做啲嘢係咪好不自相矛盾呢？你本嚟要離開三界嘅，你本嚟就係要降生生死嘅業力，結果啊，你不斷去創造生死嘅業力。但係你又想出離三界，咁係咪好矛盾呢？你一方面想要遠離三界，你又同眾生結係一個生死嘅業緣，你又欠佢嘅肉債，甚至於欠佢命債，咁你係咪互相矛盾呢？咁呢度亦都講一啲嘅例子啦。佢話以下合法說啊，身為一個持戒的比丘啊，乃至於持戒的在家菩薩及諸菩薩，喺其路行嘅時候，不踏生草，放意手拔，意思就係話一個在家菩薩受咗菩薩戒，乃至一個出家嘅比丘比丘尼，即便喺其路就係鄉間小路行走嘅時候，睇落去睇到有生長功能嘅
一草一物啊，雖然呢啲草物非有情物，但係佢睇起嚟欣欣向榮，因為佢哋有生長功能。我哋尚且都唔會去踐踏，當然都唔會用手去掹佢哋啦，係唔係？目的喺邊度呢？培養慈悲心，冇錯。更何況一個發咗大悲菩提心嘅人，佢會去食眾生嘅肉嚟到充飢呢？你連草都唔忍心去踐踏，何況係一個有生命現象嘅眾生呢？呢一段嘅意思係話，慈悲心同日常生活係結合喺埋一齊嘅，即係話你嘅身心係互動嘅。你本來有慈悲心，但係你不斷咁樣食肉，食耐咗，你嘅慈悲心係會冇咗嘅。喺呢個梵網經咁樣講，食肉之人斷大慈悲佛性種子，一切眾生見而捨去。你不斷食眾生肉，有兩個過失。第一個，你嘅慈悲心會慢慢不知不覺咁樣喪失咗；第二個就係眾生見到你會唔中意你。呢兩個問題都好嚴重啊！吓，咁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吓，有啲人雖無過犯，面目可憎，又或者啲狗狗見到你都係咁由頭肥到尾啊！吓。另外喺中鏡錄裏邊，永明大師講出一個身心互動嘅比喻，幾有趣啊！呢個有一個比丘喺森林裏邊就修學止觀，咁喺打坐當中，一啲嘅馬騮咧就從旁邊經過，睇到呢個比丘威儀具足，心生歡喜啊！跟住呢一班嘅馬騮咧就從樹上邊跑落嚟，就獻花獻水果嚟到供養呢個比丘啊！哇，真係好犀利吓！咁結果啊，呢個僧人結下安居3個月之後，就成就初果、2果、3果、4果，就離開咗啦。離開之後，嚟咗一群嘅外道，外道睇下呢個地方，唔錯，環境都幾好啊，值得留低嚟修行。呢班外道呢，就喺嗰度修行啦。但係外道修行冇正法。有啲人呢，坐嘅時候個身體呢就歪歪斜斜瞓喺地度，有一個人呢就單腳企喺度做金雞獨立，各式其式嘅姿勢都有啊。咁過去供養比丘嘅嗰啲嘅馬騮啊，睇到呢又唔高興，點解呢啲人啲動作咁古怪噶？跟住好笑嘅事就發生啦，嗰啲馬騮開頭睇到呢就忍唔住嘅，跟住再睇落去呢就頂唔順啦。跟住成班馬騮衝落嚟做乜嘢呢？就將嗰啲外道逐個捉住，強迫佢哋坐好，雙腳盤好盤膝，兩隻手擺好，跟住咧合埋眼，好好笑。我諗呢個畫面都好笑。當然嗰啲外道開始咧好抗拒嘅，但係耐咗，咦，發覺呢一個打坐嘅動作都唔錯，可以幫助攝心。當呢一班嘅馬騮啊，幫佢哋調教好啲動作之後，呢班外道慢慢呢就修成咗初禪、二禪、3禪、4禪啊！所以大家睇到呢一個比喻好精彩啊！你嘅息身嘅動作的確係會影響你嘅內心，係有關係嘅。所以你不斷食肉嘅話，你就要小心啦。你過去喺佛法當中栽培嘅慈悲嘅善根，會一點一滴喺度喪失。而慈悲心喪失咗之後，你同菩薩道就已經唔相應啦。咁樣你會慢慢走咗入神道，你個菩提道路就開始轉換咗。你都唔知道，你本嚟喺高速公路上往北走，結果就變咗向南走。食肉喺本經係非同小可嘅，佛陀講得好嚴重，因為佢會改變你嘅心態，嚴重嘅話改變你嘅眾性。從一個菩薩嘅眾性變成一個神道嘅眾性，咁咧大家真係要留心啊吓！咁呢篇文章，我覺得好精彩啊！分享個例子都好精彩，令人哋好深刻啊吓！咁嗱，另外一篇啊吓，我哋睇埋淨戒法師第2篇嘅分享。咁跟住有同學就問啦，請問師父，以唯識嘅觀點啊，而家仲喺度食肉嘅眾生，係唔係好容易刺激過去嘅殺業現前呢？咁呢，師父就咁樣答：係噶，食肉呢個問題，你唔可以
你唔好輕視嚇，唔可以睇小啊！印光大師佢好強調我哋要食素，因為食肉有兩個問題，呢兩個問題你都要面對。第一個係命債，第二個係肉債。喺殺盜淫妄裏邊，只有殺生比其他比較複雜，因為你唔單止係你嘅業障，你仲同眾生結咗一個惡緣，一個就係你攞咗佢命啦，佢有恨意啦，呢個係命債嘅問題。臨終嘅時候，佢可能會嚟干擾你，呢個係第一點。第二個就係，就算你冇直接殺生，我都係食三淨肉，我不自殺，不教他殺，不為我殺，反正佢個死亡同我冇直接關係，冇錯。咁呢個係屬於肉債。即便佢只係做一隻雞，你認為佢係咪心甘情願將佢嘅肉俾你食呢？佢會唔會咁諗呢？佢會唔會話我福報差一啲，我業障重，做一隻雞，但係做一隻雞都有做隻雞嘅尊嚴，係咪？你有冇經過佢個同意將佢個肉攞嚟食呢？如果冇嘅話，呢個就係肉債啦。喺《楞嚴經》裏邊講命債、肉債兩個，呢個時候你就同眾生結下咗惡緣，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咁如果當你臨終嘅時候，佢啱啱好喺鬼神道啊，如果呢隻雞投生到人道，問題不大。去到天上，佢暫時都唔會同你計較。咁如果去到地獄度，佢又冇能力同你計較啦，即係報唔到仇主。但係萬一呢隻雞投胎咗去到神鬼道，即係鬼神道，咁你就要小心啦。鬼神有一啲小嘅神通，所以睇下你可以望下嗰啲往生錄啦，往生錄嘅記載。有啲人係臨終嘅時候，佢殺咗好多狗啊、貓啊。臨終嘅時候，嗰啲冤親債主呢，就嚟干擾佢啦，好多好多添。所以如果你同眾生結嘅係惡緣，佢啱啱又去咗鬼神道，你就要注意佢對你嘅干擾啦。呢個係第一個外力嘅干擾。另外再睇下你自己嘅業障。食肉點解問題嚴重呢？因為你要數下而家你每日都食呢個問題。呢個行為係佢越嚟越，即佢累積嘅問題越嚟越大啊！呢個業力係好強大嘅，而係你做呢個業力呢，唔係偶然做一次，係你每一日都面對。除非你每一次食嘢嘅時候對住嗰啲肉都好慚愧，除非呢個係你唯一嘅希望。所以如果咁樣嘅話，你係不停咁樣食肉，係好大問題啊！所以你食肉嘅時候，你就話：哎呀，對唔住啊，我實在唔想食你啊，我冇辦法。每一次都向佛菩薩懺悔，然後再去食佢，每一次都咁做，咁可能就會好啲啦嚇。否則你就係積累嗰個數咧越嚟越大，咁就大家明白啦嚇。利搭利啊嚇，嗰條數幾襟計。所以業力咧係好可怕噶，你唔能夠將佢變成一種滾雪球嘅方式輾轉相續。所以即使係一個好微小嘅過失，當佢變成雪球咁樣輾轉相續嘅時候，嗰個力量就大到不得了。所有嘅業力最可怕就係相續。雖然食肉本身你係冇直接去殺生，但係你每日咁樣做，呢個問題就會越嚟越嚴重。你話點算呢？喺《楞嚴經》裏邊有講一個觀念，有一個觀念就係佢唔係罪業而已。《楞嚴經》講得更加嚴重，佢話你哋經常食肉嘅人，佢係會斷咗你菩提嘅善根。你呢一個人嘅大悲心就唔容易生起嚟。你經常食肉，食咗肉耐咗之後，你睇到眾生痛苦嘅時候，你會變到冇感覺，你自己會變成冇感覺，變咗好麻木。咁你話咁樣點算呢？我已經受咗菩薩戒啦，冇錯。如果係咁嘅話，你當初嘅菩薩戒戒體就會冇咗噶啦，你知道嗎？一個斷大慈悲菩提善根嘅種子係好可怕噶。我哋好少睇到佛陀話食一樣嘢之後，食咗嗰樣嘢之後會變成點？因為本嚟飲食都係一個物質，食咗佢之後會影響我哋心情嘅，只係有肉。呢個好奇怪。因為呢啲肉你食得越耐咧，你個個性係會改變，你個道德思考模式都會改變，變成冷漠無情。
所以呢個地方我哋一定要小心。所以記住啦，呢度係有2種嘅損失。第一個係增長生死罪孽，第二個係你嘅善根慢慢受到破壞。你好唔容易今生有機會聽經聞法、修慈悲觀，嗰種善根得到破壞。仲有一個問題，你仲要可能面對臨終嘅時候冤親債主嘅干擾。如果你有直接殺生嘅話，除非你有設立一個目標，幾時開始食素，你一定要有一個嘅好好嘅計劃。如果唔係，你咁樣不停咁樣喺度殺生食肉，將來咧面對嗰個因果咧就會好大。所以大家記住啦吓，如果你冇設立一個目標，幾時開始食素，幾時完結，喺呢個然後喺呢個過程當中，每一次食肉嘅時候，盡量唔直接殺生，而且盡量生出呢一個慚愧心，亦都喺臨終之前，亦都有一個好好嘅了結吓。如果你能夠一路好好咁樣食到去你臨終，咁可能就係好唔吉利啦吓，即係繼續食肉食到你死嗰日啦吓，因為你冇好好去處理你呢一個嘅業力，一路令到佢咧輾轉相續落去。咁當你真係臨終嘅時候，面對呢啲嘅冤親債主吓，唔知你今生食咗咩最多，佢嗰個業力現前呢，就會出好多問題。咁淨戒法師話，去到拉尾呢段咧就話一定保證你咧就係會障礙你往生咯。咁所以大家呢樣嘢要即係留心啦吓，不可不慎。我就好多啊，即係如果以翻上官子嚟為例，我就食咗咁多年素咧，我就對啲人食肉咧，我就唔會有啲乜嘢任何嘅點講咧，心裏邊起波瀾啊！唔知你哋會唔會初食素嘅人可能會嘅頭嗰一段日子食素嘅人，可能或者1-2年啦吓，可能好大掙扎噶吓，哇！聞到啲肉香，跟住又唔食得咁樣吓，自己又要食素，或者為咗某啲嘢，為咗某啲屋企人，某一件事，可能就發心茹素，或者係逢禮拜1食素，初一15食素，又或者為咗屋企人一個疾病，咁啊茹素半年1年咁樣。可能你喺嗰啲日子裏邊咧，你見到其他人同台食飯咧，食肉咧，你會好大引誘啊性噶喎。咁但係咧，其實日子耐咗咧，我覺得最緊要一樣嘢啦，食素，你要將茹素咧係成為你今生裏邊一個嘅新嘅飲食習慣。當你有咗呢個新思維咧，你就唔會覺得嗰啲人食肉咧係好好味噶啦。即係好似我咁，我覺得其實食素係簡單啦、方便啦、好食啦，同埋你知道食肉嗰度係除咗好多殺業啊，你面對頭先呢個至少有兩個 point 啦嚇，就係殺業啦同埋肉債兩樣嘢嚇。咁你唔會有呢啲嘢之外咧，另外係簡單啲咯，即係你覺得而家現代嗰啲咁嘅屠宰方法好殘忍啦，對嗰啲嘅俾你食落肚嗰啲嘅肉類好唔尊重啦嚇，嗰啲生物即係死之前嗰啲家禽啊，即係畜生啊，好殘忍。你唔食咧，你就冇咗呢啲咁嘅殘忍嘅殺業咯，即係你會好好多啦嚇，個心會舒服好多。同埋食其他嘢，你會覺得其實都好多選擇啊，蔬果啊、蔬菜啊、堅果啊、果仁啊，各方面啊，或者嗰啲甜品啊，成都 OK 嘅。咁當然你培養咗一種新嘅飲食習慣咧，你就唔會覺得好辛苦咯，同埋唔會覺得聞到人哋食肉嘅時候覺得哎呀好想食啊，好吸引啊嚇。咁其實呢個當然啦，呢個係個可能對你嚟講係一個掙扎同埋一個試驗考驗期啦嚇。咁我感恩咯，我自己人生裏邊冇太大呢啲咯。咁喺呢10年嘅食素日子裏邊，都曾經試過有一段好短嘅時間，突然間好想食三文魚，唔知做乜嘢，我都試過嘅。咁跟住就好快又冇咗，我記得好快又冇咗。咁所以睇下你自己嚇，嗰個發心好緊要咯嚇，即係發心嗰種堅定嘅意志啦嚇。咁我哋食素念經持咒都係希望增長慈悲心啦。咁喺修行嘅路上面，茹素嘅人去念經持咒，當然嗰個心清靜啲，你對自己個修行嗰個力量又會大啲啦。
所以希望大家都加油啦嚇！即係如果以往好難去擺脫啊，擺脫呢種即係隨著食慾嘅貪念咧嚇，希望你都去挑戰自己啊嚇，同埋都俾自己一啲個新嘅功課，建立一個新嘅飲食習慣啦嚇。我就容易啲建立啦，你哋可能要同人一齊食飯可能難啲啊嚇。咁如果一個人食飯可能就簡單啲，容易啲去建立。即係以後我淨係去啲齋鋪食嘢，唔去一啲食肉嘅地方嚇。咁但係當然，如果朋友邀請你，有陣時你為咗尊重別人，一餐半餐一齊坐去一啲餐廳，唔係淨係食素嘅。咁尊重朋友係應該嘅。咁你係揀一啲盡量揀一啲素食啦，或者如果過時過節嘅唔得嘅食盤菜嘅，你又唔想人哋特登為咗你嗌一個素盤菜嘅，咁你咪食碟邊咯。即係嗰啲日子就食啲碟邊菜咯。但係呢啲日子其實都要堅持咯，你要做俾你身邊嘅屋企人睇咧，或者朋友睇，你對素食嗰種堅持咯，你要俾佢哋知道佢去尊重你咯，因為你唔建立呢一樣嘢咧，你以後即係再同台食飯咧，就得唔到人哋對你嘅尊重。記住啦嚇，咁當你堅持落去嘅時候，人哋記得你係食素㗎，咁佢可能就算一齊食飯都可能會諗下，一兩碟餸係啱你啊，係素食啊。咁其實喺呢個情況之下，你亦都幫咗呢一班人食少咗肉嚇。可能10個餸裏邊，以前有10個餸都係肉嚟嘅，全部都係有肉嘅。咁但係因為你嘅存在，你嘅影響力發揮咗喺度咧，佢會為咗你可能嗌咗2個係屬於素嘅餸，咁呢一班人咧亦都食少咗2碟嘅肉啦嚇。咁所以你都係發揮緊少少嘅力量，都係功德無量嘅。咁希望我哋都一齊加油啊，好唔好啊？咁好啦，最拉尾咧都想同大家分享多一篇，就係多啲修持地藏經咧，讀誦地藏經咧，可以幫我哋消除心裏邊一啲惡嘅因啊嚇。咁呢篇短短地咁，我覺得好好啦嚇。多讀誦地藏經可以消除心裏邊嘅惡因，使到災禍苦難無從發芽。一個人嘅吉凶禍福痛苦係冇人需要為你負責嘅，佛法亦都唔需要為你負責。你之所以會遭遇到一切不祥和嘅事情，完全係你自己內心嘅狀態投影，係你自己嘅心念、計較、貪念、邪念所產生嘅。地藏經上面講，一念生機毀，必墮地獄。如果一念讚歎就能夠獲得未來，而家千萬億不思議功德，就獲得未來現在千萬億不思議功德。所以你嘅心業係造成你種種不順嘅根源。我哋要明白，業力係從念頭開始嘅。喺宇宙當中，禍事要產生嘅時候，主禍嘅磁場就會同你連結。哦喲，記住啦，因為你內在嘅念頭有貪嗔癡呢啲嘅因，貪產生咗計較，嗔產生咗怨恨、憤怒，甚至想要毀滅。愚癡就產生咗遺憾、不甘心嘅情結，呢啲嘅情結就係禍害嘅種子。所以佛喺地藏經上邊咁樣講：莫輕小惡，以為冇罪。往往少少一個嘅念頭，就會轉化為巨大嘅業力，能敵須彌，能將聖道。當然，你獲得嘅就係一定就係現世報啦。如果你過去做咗好多嘅惡業，但係你已經真正懺悔啦，你真正去遠離呢啲邪惡嘅心、不善嘅心，咁你嗰個災禍嘅種子啊，就無從發芽，呢個惡果就無從連結起嚟。咁樣先至可以讓你得到真正嘅富貴，得到真正嘅生命嘅自在，得到讓你生命全然脫變嘅不二法門。所以真正有效離苦得樂之道，就係對付你自己呢一顆小小嘅心啊！呢個小心量嘅心、邪惡嘅心，咁大家記住啦吓，攞住手術刀往自己呢一啲自我嘅念頭去開刀。唔係由朝到晚都去揾人算命，再去祈福，再去同嗰啲神明講條件，你嚟幫我啦，等我事業順利啦，等我身體健康啦，等我揾多啲錢啦，等我發財啦，我就買多啲生果，買多啲嘢咧供品嚟到去供奉你，回報你，或者我就幫手咧呢個寺廟咧去重新建立起嚟，去修葺寺廟。呢啲其實係好有限嘅福氣，而且亦都喺度講緊條件，呢啲嘅福都係非常之嘅少。而且佢哋發揮嘅力量亦都好短暫，
我哋要記住喺我哋嘅生活或者遭遇裏邊，要去細心自我觀察、印證一下。咁跟住咧呢個例子就亦都好似我頭先所講啦嚇。有啲人經過有惡狗嘅地方，惡狗對住佢就一直叫，甚至想咬佢啊，一直吠攻擊佢。但係有啲人經過惡狗所住嘅地方呢，啲惡狗睇到佢又會搖尾巴，態度好祥和，甚至想去親近佢，聞下佢身上嘅味道，對佢表達善意。點解呢？因為呢隻狗啊，係喺你嘅世界，狗對人唔同嘅態度，全憑人嘅心境。佢覺得你對隻狗冇做啲乜嘢，佢感受到你內裏邊冇討厭呢隻狗，佢點解要咬你呢？要攻擊你呢？因為佢感受到你裏邊有憤怒嘅種子，有恨嘅種子，有想要毀滅人家嘅種子，有貪婪嘅種子，有計較嘅種子，一大堆邪惡嘅念頭嘅種子啊！所以嗰隻窩窩咧就好唔中意你啊吓！你嘅身體亦都係世界嘅一面鏡子，你嘅身體會有一大堆嘅病變，亦都係由於你裏頭有不善嘅念頭所產生，然後投影到喺你嘅色身上面。你要知道呢個世界就係咁樣運作，所以每一個人嘅世界都唔一樣，因為我哋每個人心靈嘅世界都唔一樣。所以講到尾啊，我哋就要不欺暗室，喺我哋一個人獨處嘅時候，要好好捫心自問，你內心有冇不善嘅心、嫉妒人嘅心、比較同埋計較嘅心，或者產生咗算計陷害人嘅手段，係咪已經有呢啲邪惡嘅念頭？你裏邊有冇對人哋滿懷怨恨、憤怒、不滿同埋唔甘心？如果有嘅話，大家要好好念誦地藏經，去清除呢啲心裏邊嘅惡嘅種子，讓災禍無從發芽。呢篇短短地啊吓，但係發人心醒啊！咁希望我哋都每一個朋友啊吓，都努力好好嘅去修行啦吓，無論你修持地藏經又好，或者跟上官子玲一齊修持真言法門都好，咁希望我哋都係將我哋心裏邊啊善嘅種子咧就越嚟越多，咁惡嘅種子咧就唔俾佢發芽。咁當你心裏邊光明嗰一面越嚟越多嘅時候，黑暗嗰邊咧就會越嚟越少噶啦吓。咁即係呢個都係個相對一個比較嘅實際嘅狀況。咁好啦，我哋今日咧呢一個4篇嘅楊枝甘露咧就講到嚟呢一度啦吓。咁希望大家都喜歡啦吓。咁喺聖嚴法師啦，同埋淨戒法師裏邊分享我哋食肉一啲嘅問題啦。裏邊咧都得到一啲嘅提醒同埋幫助啊。咁想聽唔明嘅，或者覺得我講得快嘅，可以翻聽多一次啦吓。咁呢啲楊枝甘露係最好啦吓。今日聽完啊，失憶症唔記得，1個月之後又可以聽過，所以咧就希望大家都多啲翻嚟上官子玲 YouTube channel 吓，聽多啲呢度嘅分享。咁舊嗰啲 channel 嗰啲嘅內容咧，我有時間將來咧都會慢慢係搬過嚟3.0呢一邊嘅。咁但係呢邊咧就會一路做一啲新片，一路都會將一啲舊嘅，譬如佛曲神咒啦，一啲嘅即係日久常新啊，譬如楊枝甘露呢啲咁嘅故仔啊、文章咧可以翻聽嘅咧，亦都有時間咧都會盡量慢慢搬過嚟吓。咁都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上官子玲 YouTube channel， 咁亦都多啲幫我將呢度嘅影片咧分享出去啊吓。咁好啦，我哋最後一齊3次 Om Avir Catcher 啦，繼續為呢一個地球啦，為呢個世界啦吓。特別我哋亞洲呢邊啦吓，泰國、緬甸嗰邊地震咧，香港人就感受會深啲，因為好多人會去嗰邊旅行啦吓。咁其實全個地球都係面對好多唔同程度嘅災難啦嚇。咁2025年咧，大家最擔心就係呢啲嘅地震啦嚇，因為聽好多所謂預言家都恐嚇你哋，嚇到大家都好驚啊嚇。咁希望大家都多啲修持八字真言啦嚇，呢個係一個護國息災嘅真言，亦都係一個減輕地震災難嘅真言，多啲分享俾唔同嘅朋友。好啦，我哋最後一齊3次 Om Avir Catcher 啦，呢個係一個護國息災防地震嘅真言，希望大家多啲分享出去啊嚇。預備1、2、3 Om Avir Catcher 啦 ，Om Avir Catcher 啦 ，Om Avir Catcher 啦。香港人加油 ，Donald Trump 加油，99部門加油，喺泰國喺緬甸嘅所有面對緊
災難仲未平復嘅人呢，都一齊加油啊嚇！好啦，我哋下集見，拜拜。